每日讀經靈修系列，靈動每天。耶利米書下第10日，田地的故事。閱讀經文：耶利米書32章26至44節和修本。選讀32章31節、41節、44節。這城自從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，常惹我的怒氣和憤怒，以致我將這城從我面前除掉。我必歡喜施恩給他們，盡心盡意、真誠地將他們栽在此地，在便雅憫地、耶路撒冷四圍的各處、猶大的城鎮、山地的城鎮、謝菲拉的城鎮，並尼革夫的城鎮。人必用銀子買田地，在契上簽字，將契封監，找人作證，因為我必使被擄的人歸回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今日嘅經文分為3個重點，關乎上主點樣回應耶利米先知嘅禱告，因為佢未能掌握點解上主喺兵荒馬亂嘅時期叫佢去買地。第一點，上主表明佢係冇難成之事嘅，同時亦都說明佢個子民必然係衰敗。經文嘅26至到35節列明以色列人同埋猶大人點樣敬拜假神惹怒上主，屢勸不改之後，上主就用嚴厲嘅管教去回應佢哋。呢一小段嘅經文正正係耶利米書1至到25章嘅撮要。第二點，上主嘅子民係必然復興，包括回歸故土、重建關係同埋與佢哋立定新約。呢啲都係記載喺36至到42節，標誌着一個充滿歡樂嘅情景。呢一小段嘅信息就係喺30至到33章所記載嘅安慰與盼望嘅撮要。第三點，上主嘅應許係唔會落空嘅，子民回歸故土，佢哋必然係安居樂業。各國嘅城鎮無論大小，買田買地嘅活動蓬勃起嚟。第43至到44節說明咗，上主叫耶利米喺兵荒馬亂、喺被囚禁嘅時候去買地，呢一個唔係傻事嚟嘅，因為管教子民、復興重建關係同埋安居樂業，呢一啲都係喺上主嘅掌握之中。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即使耶利米未能夠掌握上主嘅心意，佢依然選擇信靠順服。你喺邊一啲嘅處境當中，因為缺乏咗啲乜嘢而未能夠好似佢一樣以信心行動呢？第二，上主嘅應許唔會落空㗎，因為佢能夠超越眼前嘅困境。你願意喺各樣嘅挑戰當中捉緊上主嘅應許，經歷佢嘅信實嗎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喺你裏面冇難成嘅事，願我哋喺面對每日嘅生活壓力嘅時候，能夠學習仰望你嘅帶領，信服你嘅旨意，勇敢向前，見證你嘅大能同埋信實。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們。